學界籃球盛事 Panasonic 學界籃球邀請賽又再舉行，大會仲請咗新晉樂壇組合 Panda 嚟做抽籤嘉賓。原來佢哋4個同幾間參賽學校都有淵源，好似 Kison 陳志忠、Jason 曾俊峰同 Manson 陳浩明就曾就讀樂道中學，而又讀過英華書院嘅 Manson 喺幫英華抽 B 組對手嘅時候，似乎手氣麻麻，一睇佢個樣就知大事不妙啦。原來佢抽中天主教新聞書院呢支九龍勁旅，呢組再加埋屯門區 A 級冠軍純真書院，英華要出線似乎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啦。至於中華基督教會譚麗麗芬紀念中學嘅舊生 Hanson 盧浩恩就為母校喺 A 組抽到白球書院同樂道中學做對手，衛冕之路亦唔易行。Panda 4支賽前就為自己母校先嚟場牙交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係 Panda， 我係 Kison， 我係 Manson， 我係 Jason， 我係 Hanson， 大家好。大家好啊！今日啱啱就完成咗呢個 Panasonic 嘅抽籤啦，咁覺得第一組邊隊係最有機會咧？樂道中學。點解咧？因為我哋3個都係樂道嘅之前，冇錯。咁好多謝 Hanson 抽咗個咁好嘅籤俾我哋咧，因為其他個3組嘅實力真係好強橫。尤其是譚李麗芬啊！咁你講完未啊？咁點解係我會抽咧？譚李麗芬因為係種子隊，所以咧我抽完樂道出嚟我都唔知，因為我識咗佢哋3個先知樂道係咩嚟㗎。咁我覺得冇理由嘅，你哋兩兄弟都走埋，加埋你走埋。呢次 Panasonic 嘅比賽之後，你更加知樂道係咩嚟嘅。我覺得咧，譚李麗芬係不嬲實力化，咁我覺得譚麗芬係有實力嘅，樂道我唔知咩嚟嘅，所以我覺得譚麗芬掂今年。祝你好運啊！男子組其他分組形勢，精英賽冠軍拔萃男書院繼上年之後，再喺分組賽遇上喇沙書院。港島區 Division 1 AB Grade 冠軍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就會同大埔及北區 A Grade 盟主孔教學院何國佩珍中學同組。今屆新增女子組賽事，6支球隊將分成2組競逐，首名出線球隊將直接躋身決賽。Panasonic 學界籃球邀請賽2010 5月21至23號，修頓球場，約定你。ONTV 記者洪家健報導。